张先生，到此事中多疑有别，请先生方丈备茶。好，小事请。请。哎呀，那边好大一座花园，不知是什么地方。哦，越发带我随喜随喜。啊，张先生请自。怎么样？那便是去不得的。恰是为何？这里面之茶，一股蔡相国的夫人和英英小姐。蔡相国家眷为不拘官业，前来报杀居居。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料临终，为尊不领援军，路上不幸，故而在此寄居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夫人病身，自家严禁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红娘，小姐开了这门。是。哎呀，财夫女眷来了，遇上多余不利，再这么好。张先生，快到这里来躲一躲吧。来吧，快来。哎呀。万之千红好不如此，小姐来呀。只听到哩哩应声哇转，猛然间五百年风雨离远。张先生。小师，哦，这位莫非是蔡家的小姐吗？正是蔡家英英小姐。为哪位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是女红娘。啊，张先生，我45岁要回来了，请先生方丈备茶。小师先一步，小生谁有心来？此先生就来。妙啊！你猜你喜乘风眠，才殿下听兵用鞭，教父要辞。教育远，死水留在晚风险。用此本见过了百万千，死这般美人儿几人间。红颜花了难，去难言，为灵儿飞去半空
问啥问啥，是的。小姐，你看这里的白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？是的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有点人心归冬天，死的空余杨绿叶。门掩了梨花深院，本晓日高是晴天，恨天不与神方圆，真经得一毛心愿，再当他领去曲阜那一座，今番事哦，定把这推故乡事平儿传。
生请。好，请。小叔，哦，原来是红娘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奉了老夫人之命，打听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房上？我师傅正在房上呢。是次与老小师傅领路。好啊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，此次先生请。啊，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，小生同去不便。啊，就此先引一步。先生，我稍备了。红娘姐，快载我来吧。是。小娘举子身端庄，见不见半点儿清光？方才是乘风引绿花间事，此今得有家中皆是郎，他言语巧，来往忙，聪明伶俐，不姓常。傻白与都京小姐同款穷，万须要引进万女小妹香。是了，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回来，必要从此经过。待小生再次等他便是。小娘子，小生只想有礼了。先生万福。请问小娘子，该是侍奉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妻呀？我便是吴老同文。小生一句话关什么？言辞之间不可乱发，一日人儿遇力难发，请说吧。这个，小生心脏明公是君人，并管西路城市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紫禁生，并不忍辞妻。哎呀，谁问你嘞？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？再问红娘亲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常出来走走？出来点怎么样？夫人在草林边上，自家年轻较有方。三船三叉同志辈，葡萄不管谁中堂。先生有非请我不劳许许万端长。姑娘心比里白言是孤兄，我是人总管把礼女吧，从今再管无乱讲。从今以后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无问。你要是无问啊，被老夫人问子，你胡一场，真是个书呆子。听说他心情长，一天寄宿眉肩上，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性子刚。为什么临着病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啥句老玄道，你不该领去
难道我前世烧了团对香？准备在一万星，长须丹台，五千遍到真最上。死了，我不免向无上，驾得西厢深送一情。早晚也好再见一面，小姐一面，如何不可？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相公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行动，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宝塔顶上问啥你？天色不早，为天忙，赶去心里无数。我到哪里去？翻到了大，在哪里？是在西厢。监听发冲所有，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，且是今夜月把风起，他日来日，我定令看顾十分清楚也。
听得九门儿呀的一声，风不去三地来，一向心声。我点茶酒尖儿仔细定睛，妙啊！比那是初见时哟几真。红娘去想来是。一直想愿望无发生天堂，只想愿老母百年寿长。三只见小姐欢情妈妈话难讲。小姐，你为什么每年到了第三次乡就没有话了？带红娘请你来做告吧。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一个，官司才有长远郎，风流成了温柔心，与小姐把年成上。红娘须对完毕。红娘，小姐，你看今夜月色好不明朗哦。是啊，今夜月色好不明朗。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也问了，长老说2月15是寿公子的，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念香。小姐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我去问再集的时候，碰见那是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见红娘深深意意，说：“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？”又说：“小生心脏命宫是君在，本官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见生，并不曾娶妻。”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了？哎呀，谁问他嘞？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，说唱出来走走嘛，叫娘好好的强罢了一顿。你不强罢他也罢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，我不强罢他，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疯话呢？红娘，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？还没有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姐，你看又到中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玉
鬼无限伤心事，尽在深深一叹中。哎呀，小姐为何如此长叹？仔细想来，小姐之谈必有所告。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，告你且思一细，看他怎样。有山永永烟，花影切切残烟，似乎林好风，不见有众人。红颜，你天上就有人认识？是啊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不成器器的傻瓜呀！好亲近的事啊！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兰桂生寂寞，无计度芳菲，了得引人家。上滩山呀，小姐，你救得好快哟！心儿里涌长着多少聪明，你小命儿真不忘帮助人民。我眼前庐山有云，他背着笑脸来相迎。小姐啊，我无你无诉衷情，家家儿救到天明。小姐，夜深了，怕老夫人这会那么委屈吧？家家蒙天闭门声，跪拜神要神去有心归路，你空。
小姐请回着安息。长老辛苦了。儿郎，母亲在为娘来。是。哎，长老，饭是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多做一可不好吗？小姐，你和他一夜没有定过。张先生，天色已明，你该回房安息，老孙也别顾了。怎么？天亮了。你可真是得了。
母亲切莫悲痛，儿将来只有将儿先于之人，才能保全家生命。儿家不万法之难，再婚之女，真正将儿先于之人，岂保我们两儿的家谱？母亲，事到如今，莫再恋再人，若将儿先及于之，一来免得踩在老母亲，二来以免为点花灰尘，三来终身无事宁可把，四来先人领救对儿女，那无来荒唐三世离人人，也把对蔡家与对亲，因啥子先是谁，先领一担花颜尘。为了慈母恩，可怜极了爱的亲。想儿乃是切记自己，为娘真心将儿携在救命。母亲，现在本是太平之际，儿岂肯真顾人从于此？如今啥就在梁间，也罢。娘啊，三叉里儿的命，将儿的死罪献出谁？你不能死。老夫人，我不问故儿是谁，等谁有高见，攻杀一个太平之际，特此大难，也未可知。这母亲，儿必有一计在此，儿有何计？母亲，啥有人能太太这边？儿情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。对，再不能门当户对，到底为将士先于之人。我的儿，母亲，这是他委屈你了，母亲，这才是结在眼，不得不发。我很心肠撒娇儿，为救西家母亲，家长老的想养与我不完。你这话下去还是人的，有谁能推得这病的？老身做主倒背壮烈，必将小女英的与他为妻。老身遵命。我一真真真的儿。
上有人能推得这病的，老夫人这次倒背壮烈，将莺莺小姐与他为妻。俺来无钱中结家里，还是被问。无家人集中难，杀戮其人。我要同这一节日把成名张先生，你莫非有推病之计？真是。哎呀，一家书生修不几之力，怎能推得这病？哎，你莫看书生我是欲调兵部，情难追问。好，快来接过夫人。夫人，这位秀才就是老身的那个亲戚，他倒有推病之计。先生有退兵之计。夫人，方才听长老当众笑语夫人之意，小生女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，故而原先退兵之计。这就先生仁义。刚才长老说过，有人能退得这病的，先要将小女莺莺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是善，小生义不容辞，此但请放心。长老过来。先生有何吩咐？此太殿先要接种长老。哎呀，老身你们怎能推得这病？哎，长老不必惊慌，须到中律之上，小女责任。其实夫人言道，小姐小我在身，道上功德圆满，送与将军，只怕与君不利，请教神马暂退一见之力，三日之余功德圆满，小姐完了节目，方能送与将军。哎呀，三日之后有当时哦。好夫人不必着急，小生有意故意，心多明强，号称把马将军，统领10万大军，征修不管。他的小生不败之将，一封书去，救兵必来。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前来，我就一个身肺夫人但请放心。多谢先生。理当要了。先生，你快叙述。书吗？早已修好了。好，我去收于这厢知道。红娘，快陪小姐回房歇歇去吧。是母亲。是啊，小姐此事但请放心，回房歇歇去吧。小姐到困他不成？红娘真难为他呀。好了，好了，夫人，这将果然退了一箭之题。长老，你快查人下书才是。此事教育老身夫人放心。一封书去，救兵必来。夫人，你放心才是。多谢先生，老身别过了。好，混了。哎，来，长老，快查以牺牲胆大之人，先去下书。好，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名，他最有胆力。就是他心境古怪，非要用言语激动他，才肯取得。好，长老放心，小生是能教他先去。好，先生，你快载我来。好吧。
来吧。红娘子，今日夫人相亲为别的客人吗？父亲家访不为亲，不受人情的重视，今日言言不必他，清官人无言，上上批评。想不到张公也亲张先生，你为什么困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？小生客中少一面进入，所以家不这时光，种种这衣冠穿戴真几分。原来是他来为孤影，真是个风魔双的。红娘子，你看我这两鬓是何啊？你光悠悠话到苍蝇，你酸溜溜酸到牙根。红娘子，小生客中没有一些品味，这样可以见老夫人呢？那怕什么？你看有功举江南，你两本功劳是红顶，先是小姐心中十分神，真的吗？总之为你先生胸上有8万兵啊！红娘，张先生来了没有？张先生来了，张先生你请坐。张先生，张公拜见夫先人。生少礼，老身也有一番。这干大，先生若比张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闻。今日两位校长，地位保利，两表先生，望先生莫言轻慢。此物之外，见夫人我过，事已过去了，不必告辞。张先生请坐。好，请。红娘看酒来，是请张先生莫言此杯。张在事不关事，张公拜宴。红娘，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迎礼。小妹，小姐，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呢。大不是张金元，他虽然多，才人难开在关公。小姐快些儿吧，张生来了，不完人了。恰在想，别说长下瓦上我，委屈张生他老就说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今日这样打扮，又显得脸儿惨淡的可了。半边红娘虽啰嗦，当着人心去开我。小姐，张生今日见了你，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夸我你。红娘难逃身，
能把你们认罪了。我是张生，这是小姐李儿。红娘，啊红娘，今日之夜难道是算张生和我的？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叫白嘴吗？母亲那里也不该把两番激动一番做，生前把这人死了，终长了也比谁么？哎呀，小姐你不要再说了，张生等久了，快去吧。才华文字部，莫转去步。小生跟你暂时沟通。小姐，他玲珑心早家婆，晓得隐隐如此多。见过母亲。罢了，请张先生上座。不，小生理当是列，应该由夫人代受。道不得过，公瑾不是聪明啊，请先生上座。儿啊，请进来。母亲，快上前，罢了哥哥。呀，这心息不得了。我娘变了卦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是同胞兄妹，一般情谊。这样事情吧，哎，你。只见他莫听听哎，深山中，只见他不恨不痛，低头坐，还真是个这是拉布布，金山山妹妹白姑姑，今儿的人啊心儿苦，我们去玩难清空。张尊飞也模糊，恰背在眼前做什么？红娘真久了，儿啊，快上前与你哥哥把阵。儿啊，快上前与你哥哥把阵。他其实也不想这药已进步，他起了这下子抓住了难苦。请张先生莫因此悲。小生了解。红娘这了辈子，儿啊，若不是你兄长相救，哪有你的活命？你一定要敬你哥哥一杯。了今日平川人口难长久，母亲啊，为了人民万如书。红娘，把酒敬上。哎，小生本是过了
恼怎生得了？今烦恼万一苦，怕的是居于思量真难熬。我有心想把中长书，正在母亲的旁边坐，张生啊，你无怨我明白，令我从此只差天涯走。张先生，从今令我以为亲戚，实是可惜。请张先生莫因此悲。知道他脸上笑呼呼，我知他来在酒上，他必激动，他一封私信把财禀破，他不讲音乐像什么，谁听了天眼落空他。你负了我啊！弟弟呀，放下去，好好热小姐。小生醉了，告辞。姐妹不公。夫人跟前，小生有句话说：先生请讲。现在沈飞夫位置了庙门，边在仓促，夫人身上无能无人，能派出兵的，就叫英英小姐许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没有？有啊。当日之间，是在听信而出。是先生。是在修了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配恰着的。先生有何名字？哎，正乃先相国在人，夫人亲自结兵结位，既是小生所主，夫人理该珍惜贤言，应将小姐许与小生为会兄妹相称。张先生，小女终身先相国在人，现在已经许了老身的内日人哎。现在他有事到来，实际是有道。要是他来了，叫老身无以为对。哦，原来夫人是这股旨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不来，沈飞夫公然无礼，请问小姐是否得派的领着才这个张先生，如今我情愿都已经不相着，愿先生灵品高明，实为良便。夫人，现在小生挺身而出，岂为团你的钱财而来？这你好小量张公，好告辞。先生不必如此。先生，你我既结为亲戚，就请先生一日西下，以便喜图报答。这红娘，红娘，张先生在了，快送张先生到书房安息去吧。是。明日便有话说。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？哎呀，侯娘子，你也无度，我喝什么酒来？小
小生是见小姐之语，非情妄产，谁高不得别人，却瞒不过你呀。其实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，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大酒，金口玉言，甚至当面许下婚姻。这不仅令我二人听见，你来看，两人素不深入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佛天菩萨都听见的。是今你家夫人会变卦，使小生心情激动，更无别路。我走在你红娘子跟前，胜过世人了吧？说什么话？夫人有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我是先生听了生气，虽是我红娘听了，也是替先生不平。红娘子，既不平之意，何以教我？我是对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做主，小姐就未必一般心思。也罢，给红娘请你想过法儿，使你与小姐一同情诉。杀到红娘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忘。别张先生。长生把这个贱贴儿再三教退我，只是叫我怎管把他当面教育小姐。小姐，这本事了，你还在床上做什么呀？小姐，这本事你还不认熟悉呀？原来不认好人，甚至困觉难得熟悉。小姐用过点心没有？万里。是此小姐你先熟悉，给红娘到时下拿点心去。红娘啊，老夫人在做什么？老夫人在教火朗读书。红娘，小姐，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西厢去了。小姐，你熟悉吧？我去拿点心去。我有什么心情熟悉哟？夜听见有起了女儿的心事，下场生死决，自非永死。
恰原来一手刀张氏，今日红娘常在此，叫人他上一情事。这件钱竟是他叫红娘拿来的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张生多情几次事件，叫人看了不胜感慨。我要扶他一些，有空陪人之下，啥不扶他，又叫人给谁不下？哎呀，这边怎么好你？相思恨转天，满把摇金路。若是与梦成，芳心爱一同。此情不可为，放与何须多？莫非与画面千莲花影中，千莲花影中。红娘，哎，小姐，过来，过来呀！红娘，我来问你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在官被诈天挑进来戏弄于我，我什么时有监管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告诉老夫人去，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。小姐。小姐叫我去看他，他才叫我带来的。小姐不叫我去看他，我光问他去讨来吗？我又不识字，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。好，小姐不用闹，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。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？出手张生啊！啊，红娘，我得让你玩的呀。被老夫人知道了，不要当下我的下半日呢。啊，老夫人管你事，因我替你说话不放肆的。哎呦，小姐一为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日，一为倒又替我说话了。红娘，你近来说话越发不知轻重了，都是叫小姐把我闹糊涂了。啊，红娘，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理他了。哦，我还不曾问你，你今早到西厢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？我不说。哎呀，你说，不说。啊，你说呀。哎呀，小姐，那张生手带真难看，他不是茶碗怕动弹。他当真凭着那个样儿吗？也该经过太医与他看看真儿呀。你道他生什么病嘞？什么？他这是谁可把家计盼，因此在非亲又旁参，啥要将性命在案前，自比小姐举苦举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许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要叫别人听见了，人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。哎呀，我叫你去看他，是兄妹之间有别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啥不是老夫人许了官又拉，人家官这样说，官这样想嘛。虽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如此。哎，罢了，
等我写过检条去慰藉了他，也算是了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写什么嘞？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，又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？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红娘，你去对他噻。小姐要你去看他治兄妹之礼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。一有在外，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，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，拿去，不去，快拿去！我不拿去。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儿往哪里死啊？不是你情在里三问到底，陆红娘有斩官担在风险，三人间巧女花颜，背地里是愁眉苦脸。你看他死心儿长成龙龟，我好心肠传说地间。我要是不去吧，又说我围殴他；再说张生还登上我的围娃，苏红娘不是？就到书房走走，走吧。张先生开门。红娘子来了。红娘子，请进来边。张先生，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你还要问你？不要傻了，不及时了，不及时了。小姐她恼了。小姐这样会恼呢？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！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头上你。怎么？你那个笺条写得好啊！在愿你先生面前，真是我红娘为嘛？啥不快小姐素相恋，今朝先生就完了。从今后相会少见面呐。传先生的早晨过走来陈山。红娘子，张先生，再也不必申诉你的地步了。可是要结婚，我要回去了。红娘子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会再替小生出主意。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。红娘子，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之人，岂不明理？为了你那个笺条，小姐这才拿棍子打我了，你还要来追我？红娘子，为了你恩情美满，先生我皮肉菜。
红娘子，你要救救我的哎命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啊！红娘子，经不起他的娃儿多三万，好叫母子做人难。红娘子，哎呀，我没来由的就问我他去粉饰些什么？小姐为心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去。啊，哎，红娘子，故是一个牺牲啊！哎，红娘子，即小姐的书面该早点通知我，小生可以接待，接待不及望小姐死在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啊，思？小姐骂我都是假的呀！假的？哎，你可晓得书中之意？哎，书中之意哟。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今天晚上，小姐让我到花园相会。我却不信。信不信那有你呀、张先生，这上面说些什么？书上有五言四句：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湖北开。家将花影动哦，你是女人来。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快解与我听吧。好，待月西厢下，是要小生月上神去。迎风湖北开，是小姐开门等我。家将花影动，是叫小生跳鼓相去。跳响。你是女人来，那就是小生哎来了。怎过这样解？哎，不是这样解，红娘子，那么你是该这样解。张先生，怎过这样解？哎，小生那是才四妹的所讲，难道这四句诗为猜错吗？啊，好一个小姐！原来你令我红娘都瞒过了。既然见寄宿的瞒过语言，好小姐心眼儿这样刁钻，看几日的了在西美红哎，红娘子，小生啊读书之人真好挑拣，跳动两与红娘两不相关，跳也与你，不跳也与你，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红娘子，啊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是瞒过我红娘啊！哎呀呀，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！哎，这是挑响。哎呀，叫我这样挑呢？哎，是小姐叫我挑讲。那是我非挑不可。哎，小生非挑不可啊，非挑不可啊。我心花天生了女伴呀，要转与大子度娘家，月亮是谁的金啊，我只谁去了刘驸马。我心愿已马难顺下，今夜是发福台。小姐，你等等。
小姐，你看，市子上的乌鸦都归苦了，池塘里的鸭子也晒醒了，时日不早了，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香？红娘，你看这两叶迢迢，真是烧香的时日。门落祠堂常在呀，赶往衙里迎亲呀。两叶迢迢悠悠行，一枝清香到云外。我也是正是烧香的时日，故而早把香文摆好了。小姐，红娘满菜分与家，冷眼旁观乾坤他。啊，红娘，小姐，没有什么。红娘，你去做什么？我看看就能算好了没有呀？算好了吗？小姐，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，我得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哎，红娘子，张先生，哎，我问你，小姐来了没有啊？小姐倒是来了，我问你，真的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？哎，小生那是才私密的说。哎呀，你放轻声一点，怎么？她在那边站着呢。你快去吧。好。哎，慢点，你不要从宫女门进去，怕小姐疑心是我来带你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她不是叫你跳香吗？跳香？哎，那你跳吧。哎，红娘子，哎，小姐，我出门内外都看过了，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哦，没有嘛。红娘人是真奇怪，莫非她已将我去管家？要是她，哎呀，被母亲知道真心好。谁呀？啊，小姐，是我啊。张生是你呀？是啊。哎呀，张生红娘在这里呢。哎，我在九门儿已经遇见她了。果然红娘已明白。啊，小姐，小生是奉了你的大座，是要来的呀。哎呀，张生红娘是要来的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是你叫我来的，这什么？啊，小姐，红娘，小姐，红娘，哎，红娘，小姐做什么呀？哎呀，红娘，我好好的在这里烧香，忽然有个在跳过江来，你快替我把他轰了出去。花园里我有谁？带红娘来看看。哎呀，是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红娘子，是我啊。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我有谁？小姐不要紧，这是一个熟人。不要我噻，这难道还有圣地说的吗？小姐，你也认识的？谁呀？是张生啊。哦，不管张生李生，快与我把他背了下去。带到哪里去？这老夫人那里去？哎呀，带到老夫人那里，不是要挖了他的名声吗？这哦，小姐，给红娘替你来赐婚吧。
张生，过来，跪下，跪下呀！张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？谁？跳墙过来做什么？说呀，快说呀！哎呀，张生，小娘子本花木花，要带你三句中长话。张生你才有海洋生，才知你十担天来大。你黑夜里闯进人家，不当你监听，当你谁来骂？张生，你嫉妒孔圣之事，逼他周公之礼，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？是谁叫你来的？红娘，哎，你与他都讲些什么？还不用我把他带了下去？小姐，看在红娘的份上，就饶了他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先生大恩，早晚必报。如今几位兄妹如有生此心，万一被我母亲得知，先生我意之外。尽看红娘份上，照顾你这招，下次不可。起来。才是你的作家，如今你总该死心塌地了吧？什么从小一看千金家，正在上到寒窗从事3年关。张先生，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！你为死亡去吧。听说张生病重，请了太医与他调治，想他定是为了前夜花园之事一起认命。哎呀，张生啊，张生，你这样个聪明人啊，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你拿我太父亲，可知道我心中多少难言。
什么我踏金山？想当日他曾在我女儿在心，我岂然报得他最苦在心？也是在医院把对我难安给我挂土千场在一片从来是心间是颗开金肠，难道是我怕是与他是非？蔡红娘不在身边，我不悄悄去到西家，开房张身。我把你兄妹自己去探听。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？郎中好不门人想出去啥哟？小姐，我看你人是混乱，想着夜来不人好人。我把别儿师兄的想想的，你再去谁因为吧？哎呀，红娘，你传我做什么嘞？只要我一步踩关门，你便像云儿不离身。只不过红娘一字，可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是你的呀。大母亲只管得紧，小妹香可不是得劲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红娘，红娘是记得你的心事的。小姐，早上的令你知道吗？请死了，不是请了太医与他调治了吗？请是请了，只是他今天的令越发厉害了。什么？他已经3米不进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啊？红娘，家令万事系令人啊，万岁在把家祭地。要放了好子相思悲，了家千岁一段情。红娘，小姐，我这里有一个好药方啊，你去送与张生吧。什么好药方？哎呀，小姐你又来了。上次你叫我送过监听儿，谁得他一病浪荡。如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？小姐，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？
红娘，这样方是救命的呀！小姐，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，长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。红娘，你不懂得呀些，这样方针对他的真有你，今晚就不哄你，快去吧。小姐，啊，好姐姐，救人要紧，快去吧。红娘，老夫人来了。母亲来了，啊，老夫人来了。见过母亲。老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明日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过没有？我还不认去呢。这就去吧。是。啊，红娘，啊，你对张先生说，叫他安心静养。这一夜之费是由我家担的，就算我母女赶着前去探望于他。是。儿啊，女儿，为娘在叫你呢。啊，母亲。想张生当然曾救过我和家信呢，如今病在客中，我母女实不承问于他，岂不被旁人谈论？母亲说对就是。儿啊，为娘见你这些事来，好像闷闷不乐。儿有什么不快之事，我不得为娘言讲。啊，母亲，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？并无什么不快之事。唉，自从你弟弟去世，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只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，叫我母女无令为尊，不令冤屈。一举两别，已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儿在想什么？啊，儿不曾想什么。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，怎奈我母女手小俱伤，比不得当初。我儿一向孝顺，时日也觉得为娘之意。天色不早，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，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。免送。唉，真是世途心上重，爱恋不觉深。问苍天女不报喜，大人从来不诚心。母亲啊，将生的你恨山多做了，冤谁要人？你女儿不知也不曾恰人你翻雨风雨。想张生为张生，修什么鬼中心？想张生为张生，修什么情爱万里？就像是为救他风流年，为此心也了却我在女。哎呀，蔡莹莹啊，蔡莹莹，3世你理应该当继而行。到底叫我怎么去呢？
对。呀，放开的真奇妙，原来他子母为请我红娘下，他那一字领母，他相思呀。若言无从反手上，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啊。红娘。我身子困倦，你与我收拾我吧，我要睡去了。怎么，小姐要去睡吗？小姐，那你什么时候起来？大丫头，睡下了是人天亮才起来。哎呀，小姐，那你怎么好去睡呀？你是我发福那人？什么那人？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把姑苏山苦着龙，你把我红娘唱起哄，你不给顾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给几次三番龙神通。小姐啊，你是一位儿毛，一位儿头，一位儿花，一位儿空，长生时一半儿相思，他一半儿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你明明压了张君才，你为什么今晚叫他与落空？哎呀，好姐姐。莫怕手，莫惊恐，我保管你风不采，草不动，春不为人心中。凡事都有红娘在，你怕什么西厢万重？小姐，怕什么事呢？死了我红娘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小姐，给红娘请你来梳洗梳洗吧。小姐。这样吧，你闭上了两只眼睛，让红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去吧。哎呀，谁叫你送药方的？没有法子呀，快走吧。
我家小弟再是识得硬，这两条腿恰是软的。相顾妹妹，再见。情字长长的欣慰，近来别了。随我开，是喜是愁解不开。这几日皆因夜女黄昏成死地上，在腰子体态与皇上偏有分头。谁叫人为救不下？倘若有个好的，我夜里时候下得来。但我问过火了，火了。来啊，母亲，你唤我做什么？火了，哎，这几日叫你姐姐做些什么政治？没有看见姐姐做政治，倒老是看见她到花园里去烧香。哎，烧香那是一件好事，为何这样讲话？母亲，你不知道，前天晚上母亲都睡着了，我还看见姐姐同娘到花园里去烧香。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火了，哎，你这话是真的？是我看见的嘛。火了，哎，你快去叫红娘来。哦。为了在子的终身大事，天天叫人提心吊胆。要是真的做出什么事来，叫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相国与殿下？果儿满在做什么？老夫人唤我做什么？母亲知道你每天陪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，自己要问你。相夫人一向疑心很多，莫非已识破谁相之事？他这要是这样拷问起我来，叫我又怎样回答？红娘啊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进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姐姐，你还不跪下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管，快去自家吧来。你还不跪下？老夫人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跪？跪下，下去。红娘，你知在吗？红娘不知在呀。小姐姐，你还不强在？我叫你陪小姐迎接俗世，谁要你迎着她无影乱子，他将去万有来万事皆虚，免得我同家法你小人男女。
谁叫你半夜三更我小姐到花园里去的？哎呀，不能去呀！你还不识讲？红娘是有不敢去心，是谁前来？我郎姐嘞，你不识我打死你这小姐姐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夫人不要损了贵孙，红娘是讲。红娘那人与小姐怎么样？也如是赢了真心，赢了真心干什么？我与小姐言将军，也讲究什么？他在姑姑评一句，要到西厢去问你们去了没有？不等我的言语，你们到四房问我什么？问我们才是问我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去问我长孙说些什么？他是夫人家当作主，今叫小生在官道上西边有你怎么样？有的是没有在小姐姐，你还不怕生？他是红娘李仙珍，李先生，为小姐你叫小姐传天龙。你这小姐姐，她是我女儿家半夜三更，你叫她乱做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晓得叫他乱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事情到这里么就完了，哪有许多的意小姐姐，你还不怕生？母生，女儿在上乱搔头，早已成样王公儿。真气死我！常言道，欲罢不中乱，其间无比苦在居。夫人啊，你的防守是铁防守，不怕羞是切怕羞。事情已经多久了？红娘夫人把菜药寄，药雨来早已心已凉，心头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国府，竟会出了这种丑瓜如丑的事。待我把这禽兽拉到官府去。老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长孙。这事怨不得长孙，也怨那个不是兄弟姐姐，也怨不得小姐。都是你这个小姐姐。哎呀，这是你家的事，哪里怨得到我红娘呢？是知道怨谁嘞？这都怨，怨哪个？都怨你老夫人。我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倒反是怨我？夫人才刚到官府，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。
我怎么倒有3个不是？我问你这也，想当日君为普救时，夫人面对3不慎中许下了婚字，如今许了又拿，谁生出许多是非来？啥高到官府，夫人岂不要当过言儿负心的名声吗？这儿你，夫人既然拿了婚姻，就不该再将张生留子水下，这才是冤狱狂妇得罪几遍。啥高到官府，夫人更有过自家不言之过。这三，夫人在高到官府，官府杀人，这万事之人是在家的小姐。老夫人，你又该怎样回答嘞？岂不是说没了老相公的家3个是啊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不可超此。这事难道罢了不成？事情已到这个地步，只怕他也由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了。红娘，此事一你之间呢？在红娘之间，不是3句小姑成其美事，把小姐许于张生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丫头一夜当奴心看，大家老身为了难，我咱家隐隐许了张君才，他怕一真与我家配，我咱家张生送过许之配，未必是相不能生，终是生。也罢，我倒不是全家亲自许张生，是他公应许我生。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姐人还不起多谢来，老夫人。去叫小姐来。是，有请小姐。红娘，小姐，谁想事发了？老夫人方才拷问了红娘本人，她的寡当儿，这是滴溜溜地在红娘身上当中。这样红娘你受了委屈了。还好，都叫我识过去了。小姐，是请老夫人叫你呢？叫我吗？小姐，老夫人有意要把你许配张生了。哎呀，红娘事到如今，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你？你又来了，是去娘的跟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快去吧。见过母亲。啊，母亲，我的儿，我的儿，你别生气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有冤债在来。红娘，哎，与我和那个禽兽些来，我哪个啊？张生。哦，张先生快来。红娘子，该是小姐唤我啊。哎呦，你到今晚好的上面想，告诉你，谁想事发了，老夫人叫你去。哎呀，小事望空，你替我早改点儿吧。事情大了，走改不了，你快去吧。
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夫人呢？你看你，现在挑香的担子有多大，丝巾的担子有多小？告诉你，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丈母娘去。真的吗？再哄你来，快来吧。参见老夫人。好一个宝呀秀才！我好意留你继续西厢，你竟会做出这种非礼之事。本来我送你到国，有空送没了相国的家珍，没奈何我只有把莹莹许你为妻。啊，参见我。这一回总算成功了。但是有一件，哪一件？我家三世不招怕一女婿，明日离我上京应试去，得过回来再与我儿成亲。杀不得过，你休要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吩咐正待车辆安排酒过。明日在这里当地与张先生见面。儿郎，再为娘进去。送张先生上马，我小姐先回去了。母亲，好，看时候不早，你们分一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言人，为娘在车上等你。
管不得过，是要去找回来的呀。小生理会。总律你心地玩弄，我为送衣，先怕离去。你为三餐，先要归去。切不了皇帝一起相亲，顷刻间插山鸳鸯分两地。法门间长相随，花开遍地，不生是情别离，大愿吉地。穷在此因非得已，冤情正中报月庭。此一去，爱马秋风是压力，生死传报千金天，皇城玉露绵泥扎，夜点上家起鸭子，你需要一层雨夜不消息，我这里情乱有心凭随机，你恰修金榜无名是不亏啊。今日此言当谨记，但管未来永要起，不得管未来陪伴你。红娘，不信小弟对错。小姐，老夫人请你顿错。小姐，妈妈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先上马吧。